各位投資者大家好，今日我哋會深入探討黃金市場嘅基本面，特別係過去一週嘅表現同埋未來嘅展望。呢份報告會幫大家理解黃金價格背後嘅驅動因素，同埋點樣喺波動嘅市場中揾到機會。我哋會從宏觀經濟、地緣政治到技術分析，全面咁剖析黃金嘅投資價值。希望大家聽完之後，對黃金市場會有更清晰嘅認識。咁我哋就開始今日嘅分析啦。上週黃金市場嘅表現可以話係多空交織，有強勢美元嘅壓制，但同時亦有地緣政治嘅支持。我哋睇到黃金價格喺一個相對窄嘅區間內震盪，顯示買賣雙方都好謹慎。就開盤價係4754.71美元，最高去到4832.29美元，最低跌到4657.60美元，最終收盤喺4702.61美元。整體嚟講，上週黃金跌咗1.1%，跌幅唔算大，但係我哋要留意，黃金距離今年1月創下嘅歷史高位5596美元，仲有大約16%嘅距離。呢個數據話俾我哋知，黃金雖然有回調，但係長線嘅上升潛力依然存在。承接上週嘅核心數據，我哋嚟睇下黃金逐日價格走勢同埋背後嘅新聞驅動。星期一，因為美伊緊張局勢升溫，亞洲市場嘅避險買盤湧入，推升咗黃金價格上升1.4%。但係到咗週二，美國嘅 PMI 數據強勁，令到聯準會降息嘅預期降溫，美元急升，黃金就出現咗比較大嘅跌幅，下跌1.74%，係本週最大波動日，單日波幅達162.4美元。星期三，歐元走弱，美元廣泛走強，黃金繼續受壓，跌0.22%。星期四，美國初請失業金數據低於預期，勞動市場嘅韌性強化咗鷹派預期，黃金再跌0.68%。不過到咗週五，特朗普發文警告伊朗，避險情緒又再回升，金價就小幅反彈0.16%。剛才我哋提到美元嘅強弱對黃金價格有直接影響，而家我哋嚟睇下美元指數 DXY 同埋聯準會嘅貨幣政策。DXY 一直維持喺98.65到98.70嘅高位，呢一個強勢嘅美元對黃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壓力。我哋可以從幾個主要貨幣對嘅表現睇到，歐元對美元下跌0.54%，美元對日元上升0.33%，美元對瑞士法郎上升0.78%，都顯示美元喺上週係偏強㗎。更重要嘅係聯準會嘅政策立場，目前聯邦基金利率維持高位不變 ，CME。Fed Watch 顯示，2026年降息嘅機率接近0，甚至年底升息嘅機率仲有35%。市場普遍認為喺通膨未降到2%目標之前，聯準會都唔會輕易降息。呢一個鷹派嘅立場，無疑係黃金價格嘅一個主要阻力。承接聯準會嘅鷹派立場對黃金嘅壓制，我哋要留意地緣政治風險，特別係荷莫茲海峽危機，呢個係一個潛在嘅巨大上行風險。上週美伊緊張局勢再次升溫，美國國防部確認已經準備好應急計劃，應對伊朗封鎖荷莫茲海峽嘅威脅。特朗普亦都喺社交媒體上發文警告伊朗，話時鐘正係滴答作響，令到市場避險情緒再次升溫。呢一啲事件對黃金有幾個影響機制。首先，地緣風險會直接推高避險需求，增加黃金嘅吸引力。其次，如果荷莫茲海峽真係被封鎖，油價肯定會飆升，進一步推高通膨預期。咁黃金作為通膨對沖工具嘅需求就會大增。最後，中東局勢惡化，亦都會導致全球風險資產被拋售，資金就會流入黃金避險。呢一個危機就好似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，隨時都可能引爆黃金嘅避險買盤。講完地緣政治，我哋要睇返另一個影響黃金嘅重要因素，就係美國嘅通膨數據同埋實際利率環境。而家通膨咁頑固，對黃金嚟講，究竟係壓力定係支撐呢？大家可以見到，無論係標題 CPI 定係核心 CPI，都仲係遠高於聯儲局嘅2%目標。美國 CPI 係3.29%，核心 CPI 係2.7%，
PCE 係3.45%，密歇根大學1年通膨預期更加高達4.8%。特別係3月份嘅能源價格，因為中東局勢升溫，年增長率達到10.9%，呢個係推高通膨嘅主要原因之一。咁高通膨本應係利好黃金㗎，因為黃金有對沖通膨嘅作用。但係同時我哋見到名義利率都好高，咁就增加咗持有黃金嘅機會成本，對金價構成壓力。不過目前嚟睇，通膨嘅支撐作用似乎略強過利率嘅壓制作用。所以黃金牛市嘅基本格局仲未逆轉。承接通膨同利率嘅討論，我哋嚟睇下機構投資者點樣睇黃金。Gold ETF 嘅持倉量，特別係 SPDR、Gold Shares 簡稱 GLD 係一個好好嘅指標。而家 GLD 嘅持倉量維持喺歷史高位，大約1012噸，資產管理規模超過1600億美元。呢個數字話俾我哋知，機構投資者對黃金嘅信心並冇動搖。大家可以見到 GLD 今年以嚟累積升幅超過42%，反映咗大量機構資金流入黃金市場。雖然呢個禮拜 GLD 股價跟隨金價有輕微下跌2%，但係並冇出現大規模嘅贖回。呢個好重要，證明長線資金依然選擇持有黃金部位。呢個數據顯示，儘管短期金價有波動，但係大型機構對黃金嘅長期價值依然充滿信心。呢一種穩定嘅持倉，為金價提供咗一個堅實嘅底部支撐。講完機構投資者嘅 ETF 持倉，我哋再將目光放遠啲，睇下全球央行嘅購金動態。呢個係一個非常重要嘅結構性需求來源，而且佢哋嘅行為往往唔受短期金價波動影響。而家全球央行每個月大約會購入60噸黃金，呢個數字非常可觀。背後嘅主要驅動力就係去美元化嘅趨勢。大家可以見到，摩根大通預測今年央行購金量會達到755噸，雖然比前幾年嘅高峰略低，但依然係一個非常強勁嘅數字。主要嘅購金國都係新興市場國家，好似中國、波蘭、印度同土耳其等等。佢哋購金嘅動機好明確，就係要降低對美元嘅依賴，多元化外匯儲備，同埋對沖本幣貶值風險。央行作為長期買家，佢哋嘅購金行為為黃金市場提供咗一個非常穩定嘅結構性需求底盤。呢個係黃金長期牛市嘅一個核心支撐。承接全球央行購金嘅話題，我哋嚟深入探討一下去美元化呢一個大趨勢，因為佢係黃金長期結構性支撐嘅核心。而家全球去美元化嘅進程正喺度加速，而黃金就成為咗最大嘅受益者。呢個趨勢有幾個主要表現。首先，美元喺全球外匯儲備中嘅佔比持續下降，由2000年嘅71%跌到而家嘅大約57%。其次，好多國家，特別係金磚國家，都積極探索非美元嘅貿易結算機制。第三，就係我哋剛才講到嘅，各國央行大規模咁買入黃金嚟替代美元儲備。最後，美國持續擴大嘅財政赤字，都令市場對美元嘅長期信用產生擔憂。大家可以睇到，美國嘅國家債務已經超過36萬億美元，今年嘅財政赤字預測仲有2萬億美元。喺美元信用受質疑嘅環境下，黃金作為一種冇主權風險嘅終極儲值資產，佢嘅吸引力自然會大幅提升。講完去美元化呢一個長期結構性因素，我哋睇下華爾街大行點睇黃金前景。大家可以見到，主要投行對黃金嘅共識係非常樂觀㗎，目標價普遍都指向一個好高嘅水平。高盛就預計黃金會去到5400美元，佢哋嘅邏輯係基於央行持續嘅購金行為，加上未來潛在嘅減息空間。而摩根大通同美國銀行就更加進取，佢哋睇到6000甚至更高，主要係因為去美元化帶嚟嘅結構性需求。最樂觀嘅瑞銀喺極端地緣政治風險情景下，甚至睇到7200美元。呢啲目標價嘅中位數大約喺5400到6000美元之間，即係話由而家嘅4700美元水平計，仲有大約15%到28%嘅上升空間。呢個共識反映咗機構投資者對黃金長期價值嘅肯定。
承接大行嘅樂觀預期，我哋嚟具體分析下黃金喺唔同時間維度嘅趨勢判斷。短期嚟講，即係未來1到3日，我哋判斷黃金會喺一個區間內震盪，即係 range，預計區間係4650到4850美元。雖然地緣政治風險提供咗底部支撐，但強勢美元同聯儲局嘅鷹派言論會壓制金價。中期即係1到3個月，我哋睇好黃金會 up，預計區間係4500到5200美元。主要係因為通脹嘅黏性、央行持續購金同埋 ETF 持倉穩定。長期嚟講，直到2026年底，我哋都維持 up 嘅判斷，預計區間係4300到5600美元以上。去美元化、結構性通脹同埋機構嘅看漲共識，都係支持黃金長期牛市嘅堅實基礎。短期嘅區間震盪其實係多空因素互相拉扯嘅結果。利好因素包括中東地緣風險、高通膨同央行購金，但利空因素就好似強勢美元同聯儲局零降息預期。綜合以上分析，我哋得出一個明確嘅結論：黃金嘅牛市格局並冇改變，而短期嘅震盪其實係中長期佈局嘅一個好機會。短期內，黃金會喺4650到4850美元之間震盪。多空力量暫時平衡，但中期嚟講，通脹嘅黏性同央行持續購金，會推動黃金重返5000美元以上。長期而言，去美元化呢一個結構性趨勢，會確保黃金嘅長期牛市格局。作為投資者，我哋需要密切關注幾個關鍵指標。首先係4月29日嘅 FOMC 會議，睇下聯儲局嘅政策立場有冇變化。其次係5月初嘅非農就業報告，呢個會影響市場對息口嘅預期。當然，中東局勢嘅發展同埋全球央行嘅購金數據都係非常重要嘅參考。最後 SPDR 黃金 ETF 嘅持倉量變化，亦可以反映機構資金嘅動向。總括嚟講，黃金而家嘅回調只係牛市中嘅正常整固，並唔係趨勢逆轉。喺通膨、地緣政治同去美元化呢3重基本面嘅支撐下，黃金嘅長期上行趨勢依然非常穩固。多謝各位。